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出席斗帅大臣修行中心成立40周年庆典；印度喜马偕尔邦总督会见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尊者与印度佛教徒和学生探讨古印度文化。2019日内瓦论坛与会专家关注中国的高科技压制和宗教自由的状况。斯镇洛桑桑格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会提出有关西藏自治和达赖喇嘛尊者的决议。联合国专家再次向中国质询第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英国佛教大使格西扎西次人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莫斯科举办首届欧亚大陆民族的佛教文明与精神遗产国际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1月20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圣可鲁巴学校出席斗帅大臣修行中心成立40周年庆典。本周三，达赖喇嘛尊者应斗帅大臣修行中心的邀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该中心成立40周年庆典。期间，向新德里和周边地区20余所学校的学生在内的5000多名各界人士，以战胜愤怒及焦虑为主题发表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中谈到教育的重要性，强调现代教育应该积极促进世俗伦理、慈悲心与和平等价值观。尊者还强调，学生是肩负着建立幸福未来的关键人物。在演讲活动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向现场的佛教信众授予了格西朗日唐巴撰写的《修心八颂》等妙法。与此同时，印度喜马偕尔邦总督于11月18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觐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本周一11月18号，印度喜马偕尔邦总督班达鲁在访问达兰萨拉期间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并以古印度传统文化在促进人类内在安宁方面的意义，以及藏传佛教在复兴这一传统方面的潜在贡献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达赖喇嘛尊者与塔塔特里亚总督在会谈时表达了流亡藏人将印度视为其精神文化之源的尊重和对第二故乡的深切感激。达赖喇嘛尊者进一步指出，古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慈悲心与非暴力的理念对人类思想和情感运作的彻透理解，与当今世界息息相关。人类有必要促进这一珍贵的文化。尊者最后还强调，古印度传统文化不仅会造福印度人民，而且会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在结束达赖喇嘛尊者的会谈时，达塔特利亚总督访问藏人行政中央总部，并会见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等常务委员。此外，上周五11月1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官邸接见了来自印度青年佛教协会以及印度大众传媒学院的师生。11月1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官邸接见印度青年佛教协会、印度大众传媒学院的师生，以及包括来自印度13个邦的学生、教师、医生、医务人员和工程师组成的藏机代表团成员。达赖喇嘛尊者在向上述人士致辞时，讲解了利他慈悲心与幸福快乐的直接关联，并强调古印度文明中的非暴力理念及情绪培息对解决当今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功效。在结束觐见后，上述学生和代表团成员还访问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和西藏人民议会，并与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互动讨论。另外，为期2天的2019日内瓦论坛于上周四11月14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与瑞士联邦议会议员和各国专家学者及政要等出席论坛。11月14号，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举办的2019日内瓦论坛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本届论坛围绕中国高科技压制与宗教自由为主题，邀请来自台湾、香港、捷克、美国以及南蒙古和维吾尔等7个国家的16名人权专员与倡导者、网络安全专员以及国会议员等发表演讲。各国驻瑞士大使馆的代表以及藏人等共130多人参加论坛，表达他们对人权与自由抗争的支持。与会专家学者们在论坛上就中共当局系统性侵犯其公民和少数族群的人权与宗教自由，并以高科技手段迫害宗教信仰者的行为深表关切，并共同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西藏利用高科技侵犯人权的行为。在论坛开幕式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齐美仁增在欢迎各国代表出席论坛的同时，宣读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对2019日内瓦论坛的贺词。达赖喇嘛尊者在贺词中呼吁国际社会指出中国政府的不正当行为，并强调，如果中国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他应该肩负起这一地位所赋予的责任，维护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此外，出席论坛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瑞士联邦议会议员卡洛松马加鲁先生相续在会议上致辞。司政罗桑桑格在致辞时，对中国政府使用高科技监视工具严格管控其国内公民，特别是对藏人、维吾尔人和南蒙古人的基本自由表达关切。瑞士联邦议会议员卡洛索马鲁加在论坛上致辞时指出，他将竭尽所能地参与抵抗中国政府对其公民，特别是藏人和维吾尔人的监控的相关活动，并推动瑞士政府对中国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的行为采取批判性的立场。与此同时，上周五11月15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展览馆在瑞士日内瓦举办漫长的返乡之旅巡回图片展览，向瑞士民众介绍藏人漫长的流亡之路。漫长的返乡之旅图片展览是基于流亡藏人的记忆、集体意识和希望为主题的展览。该图片展览讲述11名流亡藏人代表通过分享他们的个人故事，并与西藏民族的苦难交织在一起，呈现出藏人在流亡中的个人和集体记忆。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结束对日内瓦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本周二11月19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访问。司政罗桑桑格于本周二在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后，于当天会见了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提利斯等美国政要。司政在会见上述政要时，介绍了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问题，并呼吁提利斯参议员支持2019年西藏政策和支持法，尽快在美国2月通过。提利斯参议员在会晤司政罗桑桑格时，表达了对中国以及中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世界其他地区所造成的影响的关切。当天，司政罗桑桑格还出席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的相关会议。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泰德·约霍与同僚联合于上周三11月13号向众议院提交了一项有关西藏自治的决议案。该决议除了承认西藏实行真正自治的重要性，同时提倡在国会议员和达赖喇嘛之间举行2堂论坛，以讨论如何和平地解决国际冲突。该决议案由众议院泰德·约霍、麦克考、克里斯·史密斯
以及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吉姆·麦戈文等共同向众议院提交。该决议呼吁众议院首先承认西藏实行真正自治的文化与宗教含义，以及美国和藏人之间的深厚关系，同时赞扬达赖喇嘛尊者推广世界和平与非暴力的成就。此外，该决议决定召开美国国会的两党两院论坛，让国会议员和达赖喇嘛尊者之间透过电话会议、圆桌会议等方式共同讨论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方法。据综合媒体消息，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第119届会议于今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工作组在本次会程中对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强迫失踪案件进行了质询。据悉，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质询时，中共代表被问及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几尼玛的下落时，中方声称班禅喇嘛不仅像常人一样已从某个大学毕业，并且正在工作中。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对中共作出的答复表示不满，并指出此次中共官员对班禅喇嘛的下落未作出正面的答复，因此工作组再度向中国政府强调了他们对班禅喇嘛失踪案件的重视。另外，英国佛教大使、伦敦市议会藏人议员格西扎西次人于11月15号获英国皇家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上周五11月15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江洋佛教修行中心的堪布格西扎西次人，因其为英国推广佛教文化而做出的贡献，被英国女王授予大英帝国勋章。当天在伦敦塔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大伦敦宣爵中尉肯尼斯·奥利莎·奥比奥爵士代表英国女王向格西扎西次人颁发了这一奖项。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由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和独联体国家办事处主办的首届欧亚大陆人民的佛教文明与精神遗产国际研讨会于近日在莫斯科举行。此次在莫斯科卡尔梅克中央寺举行的为期3天的会议，有来自蒙古、印度、哈萨克斯坦、加拿大、克里亚特共和国和阿尔泰共和国的25位语言学家和佛教学者参加。与会代表主要讨论了欧亚大陆在历史、文化、信仰和语言互动中发展方面的未来前景等主题。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和独联体国家办事处名誉代表戴洛仁波切主持了研讨会开幕式。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点击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